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是我们嘅欢收看11月14號中嘉台南電新聞。原本台南市政府堅持每年蘭頂要刷到林地舉辦，不過經過頂禮拜市府甲民進黨議員溝通嘅結果，已經出現變化。上午議長賴美惠甲議會民進黨團特別邀請農業局召開記者會，公布每年蘭頂遊園留伫後壁區舉辦，同時呼籲政黨停止惡鬥。因為蘭頂地點原本市府有意要刷到林地舉辦，在這個議會定期會當中，也引起不斷的風波。尤其在地民意代表，包括議長賴美惠、議員李退智、甲吳通良等議員，攏承受媒體壓力。經過市府甲議員溝通，上午議會民進黨團特別邀請農業局長召開記者會。公布每年蘭頂也是維持在後壁區舉辦，並且呼籲政黨之間停止惡鬥。那我們不希望說這樣一個好的政策淪為口水戰，或者是淪為被國民黨拿去繼續操作的一個工具。所以呢，那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議長，還有退諮議員，還有吳通龍議員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也面臨非常大的壓力那也不斷的在跟市府一直在進行溝通。那最後最後呢因為這一段時間的一些問題那我們最後面農業局這邊最後是希望能夠顧全大局，最後呢還是決定2017年蘭展繼續在後壁辦理我是當地的民意代表。我比任何一個人都更愛這個地方，更關心這個地方的發展。那市府提出這個的議題，我們都非常的期待，我們的貨幣能夠有翻轉、更好發展的機會。當然，對於蘭展是否能夠再繼續辦理，我跟退諮議員、跟通龍議員。我們都一直的期待，怎麼幫市政府面臨的困難一道來做一個最好的解決，能夠兩全其美，讓蘭展繼續在後壁辦理。對此，農業局長柯漢卿表示，縣主席決定每年蘭頂在原來所在舉辦，並未影響廠商招商。至於2018。要在多大舉辦，地點都無一定。我們農業局正式就是決定了明年2017的一個蘭展仍然還在後壁蘭花園區來舉辦。那 OT 的一個工作，我們目前也在公告上網之中，招商的工作仍然持續在進行。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那麼我們未來這個蘭展的舉辦應該也不會受到影響。那之後呢我們也會持續就整個 OT 的一個工作的一個進行加強來舉辦所以未來呢是不是在2018以後的一個蘭展呢？是不是在這邊舉行呢？我們還是要看這個 OD 這個委外的一個廠商，他的一個情況來做決定。目前蘭花園區在市府積極爭取之下，農委會將編列預算設立蘭花品種商業服務中心，提升蘭花產業競爭力以外，民代也希望引進現代農業系統研究團隊，幫助蘭花園區轉型。台灣新聞林根採訪報道。日本福島電五縣因為受到核能影響，食品要進口台灣的問題備受矚目。雖然中央第3天來舉辦集中的公聽會，不過有關抗議聲不斷。上午議會國民黨團嘛召開記者會，表達堅持反對核災食品進口。由行政院主辦的日本食品輸台公聽會，
为顶礼拜六由南部一路召开到北部，每一场拢被人抗议。尤其台南公听会签到民众只有一个人，引发议会国民党团不满，认为中央是伫急什么，而且卸载的食品半衰期至少30天，福岛卸载到即马也只有5天。批评蔡政府根本无把台湾人当作人民。日本核灾食品要使台湾的公听会变成日本食品使台公听会吼。第二个是讲，刚才讲的是讲，伊也无事先拢无讲啦吼。连场的大众媒体，先生小姐讲，我都唔知啦吼。这真仓促，真仓促吼。我当然我认为讲，加一个人的公听会不能算公听会。我们要求他，不能当公听会，不过因公，完成。那陆续这1-2天，前省发生这个公听会当中的发生很大的争议了哈。我认为是应付了事。当初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女士在立法院开过记者会，她说，如果马政府开放核灾区的食品进口，就等于是在谋杀人。这是咧杀人的生命，这是咧杀人的。那今仔日民进党执政了后，你要开放核灾区的食品入来，你是不是咧谋杀所有的台湾人？台湾人当票互恁，就是为着要性命交互恁，甲阮谋杀吗？更加含的是有官员讲出开放归开放，民众卖买就好。对此，有议员建议，安尼规起开放毒品，叫民众卖买同款意思。严先生。既然公开讲这种话，那这样子不是在欺骗我们老百姓吗？整个蔡英文，整个我们执政，是不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灾区的食品，是不是在欺骗我们国人？真的，我们呼吁所有的全国国人，无论你在什么场所，无论什么方式，一定要表达我们的声音。拒绝核灾区的食品。除了反对核灾食品进口以外，现场有议员建议，如果中央政府一意孤行，伊若将发动拒买日本食品。拒绝日本核灾食品进口。拒绝日本核灾食品进口。台电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市有高局举办第2届大台南公车微电影创作比赛，不止参赛队伍增加，奖金嘛加倍。透过公平公正的评审以后，上午正式进行颁奖典礼。局长表示，伫希望用创意底片来感动市民坐公车。最后由3位学生所组成的团队摕下冠军10万块。去年高局首次举办的公车微电影创作比赛，当时嘛是国内首创。高局表示，延续去年的丰富成果，今年扩大举办，不止参赛队伍倍数增加，总奖金嘛加倍。来自各地23支队伍发挥创意，用不同的主题写出多元的公车故事，就希望在短时间内面，让大家了解坐公车的美好记忆加情感。该比赛经过公平公开评审，上午高局一一颁奖。最后，真正的一支队伍以漫游古都作为主题，摕下冠军，得到上大奖10万块。恭喜陈伟林、洪义正、吴雨林、李子敬，还有郭子健，恭喜他们5位。好，请工作同仁协助一下。那么在拍大合照的小合照的同，哇！我们的公车微电影在去年是第一次开始啊，办完之后得到很多回响。那也有很多参赛队伍呢，说因为来不及参加，所以希望我们再办一次。所以我们今年呢是第2年举办。去年15队参加，今年呢已经增加到23队啊。不但增加，我们的奖金也提高了啊，加倍啊。我们的目的呢很简单啊，就是希望透过各位的创作，透过微电影啊，在各种媒体来发酵啊，让更多的人啊看到、想到。然后去坐公车。3个字。
交通局表示，大台南公车运量去年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今年更预估达到2000万人次。不止路线甲班次密集，服务品质嘛同步提升。不过，不管如何进步，爱坐公车才是重要。电新闻管及何秋邦采访报道。对今日开始，上主车甲三广有线电视伫淡市旅行公会看线，特别前往台南的姊妹市仙台来采访，同时锁定当地风景、美食甲人文作为出发点，要小解予台南的乡亲。第一集，咱就做回来看以仙台作为中心，包括附近的松岛、山形甲秋保等所在特色。来到台南的姊妹市，日本仙台遮。秋天的时阵，上介水的就是变化多端的枫叶，这湿地的灯柱，一盏一盏拢呈现出无同款的水。伫遮欣赏枫叶上介知名的景点，就是明子峡。游客来来往往，留下充满笑容的相片作为纪念。佮加上前一天有落雪，所以白色的雪、甲青红、浅红、黄褐等等这种大自然的湿地综合起来。相当美丽，来耍的游客也互相牵雪球，展现出当真的一面。因为工作的关系，可以来参观这里这么美的美景，真的太幸福了，也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还可以遇到很多台湾的朋友，真的太棒了。一般来讲，日本东北地区枫叶开始转红的时阵，是对10月中开始。若是拄到枫叶长咧红的时阵落雪，更是亲像是奇迹一般的美景。这届采访团队就伫咧山形县内底拄到这款的美景。体验到大雪纷飞的浪漫气氛。今年の紅葉は少し。山形的红叶季节是10月中旬到11月的上旬，因为今天我们是下雪，所以呢，今天也可以既看到下雪的风景，也可以欣赏到红叶，一举两得。希望大家到山形来玩一下。来到仙台旅游会当看山，亲像是拥有1100档历史的山市、历史市。爱行1100站才会当到，要爬上山的沿途风景，甲大大小小的寺庙，以及登山者新生礼拜佛像，拢充满了高高的日本式风格。它这个跟念珠一样，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转一下。转了几次的话，就相当于转了好几十万次。来到仙台旅游，买当看海；来到松岛，会当体验古早时阵日本知名诗人松尾芭蕉伊所行过的奥之世道。坐船啊出发。台湾内底大大小小总共有260个岛，是日本知名的3景之一。松岛另外一项知名的景点，就是暗时的枫叶。透过无同款湿地的灯光照射，所照出来枫叶更加迷人。觉得这边漂亮在哪里？是看枫叶，然后白天也漂亮，可是晚上更漂亮。台湾新闻综合报道。秋天的仙台开始在台湾观光休闲，先客运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
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328公民运动结束以后，中央研究院济研究所经过2档的整理，目前已经将7200多件的实体物品，连同数位化的电子档案转移到台湾历史博物馆。相关的研究团队透过论坛的方式，也要展现无同的行动价值。这摆参与318公民运动保存工作的中央研究院团队创作者甲专报组以及正式接手要进行数位典藏的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工作团队，相互透过论坛方式，将以家己的行动、家己录等主题来探讨，希望未来成为公开伫大众的平台。那我们希望来理解，我们虽然是一个面向历史的博物馆，但是今天就是未来的历史啊，现在就是未来的历史。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为未来的子孙要留存，将来子孙要了解我们当代的物件，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步一步都在思考，怎么样把当代的重要的事件，它的物件留下来，让以后的我们的子孙能够更多的理解。我们了解我们当代社会，我们怎么做的决定，我们怎么做的思考。我想，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讨论。台湾历史博物馆作为保存台湾历史文化遗产的机构，近年来嘛收藏各种的选举文宣甲公报，甚至文本的抢救。现在嘛针对318公民运动，希望该事件成为历史以后，要让市民了解典藏意义。台湾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1805年中正杯武道运动锦标赛13号伫协进馆开赛，这摆比赛报名踊跃，超过数百名的选手共同来竞争，场面相当壮观和美丽。由台南市政府甲中华民国武道运动总会主办，台南市体育总会运动武道委员会承办的1805年中正杯武道运动锦标赛，在1月13号伫协进馆开赛。这届报名分做职业、业余、国小、国中、大专等13个组别，超过数百名的选手报名参加。大家共同努力的。现在办一场比赛真的很难，有一点困难哈。如果在同一个地区，九月南部地区有2个办，今天是高雄有1场，所以人是会递减，会减半。哦，这是承办单位最劳心的地方哈。也希望各位选手不嫌弃的话，台南市我们希望你们多多来捧场。每一次的比赛就是对你们的一种肯定跟鼓励，也希望在这个比赛中，大家不只是以比赛这个舞蹈会友，甚至在我们比赛的过程中，每位舞者未来的舞蹈技术能精益求精那也祝福我们今天中正杯我们的舞蹈运动锦标赛能够非常的圆满成功。那也祝福每一个选手都可以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拿到最好的成绩。大家加油！谢谢大家。
主办单位希望借着举行比赛，将武道这项活动推广成为全面的体育休闲运动，也培养国内优秀武道人才，积极参与国内外武道赛事，提升台湾国际武道水准。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天气渐渐转凉，佮到了秋冬进步季节，对此台南有5星级酒店特别精选土鸡仔，推出一只行鸡4种的食法，是当中也有多姿赛用火来烘的4天享受食香味10种。这只就是法国品种俗称的红标土鸡仔，因为生长环境严格控管，所以肉质相对肥嫩多汁，比市价土鸡仔加要1-2成成本。深受5星级饭店总铺师介意，为了变化一只鸡有4种新的食法。除了鸡仔挂炉已经烘40分钟的高工，上届起因人也是多姿赛，就伫现场点火，靠着药酒的香气，互规只鸡搁在欠香，甲传统的烘鸡就是无共款，食香味10种。比较烤起来比较香，然后那个比较有价值的鸡，我们吃完之后觉得很可惜，因为只有吃一次的话，因为那个鸡油啊，还有那个鸡的汁啊，都很香，想保留起来，所以再加一个火锅。三手鸡其实它是那个法国种来的，然后我们引进台湾，然后慢慢研发，到今天是比较那个量产多一点点，我们才开始使用。展现创意蛤蟆特产，包括原汁原味的鸡肉、鸡汤加面线来搭配4种食法，如何赶上秋冬进步时机？目前4人得剩3888块，相当吸引人。电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最风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1度到25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高阵风9级。感谢收看11月14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